你好，AI 係會刺激通脹，抑或係通縮？我原先估計 AI 係會帶來通縮，因為 AI 能夠增強企業嘅生產力，最少能夠減輕企業嘅人力成本，繼而呢啲失業者會對消費欠興趣，嗰時都只係 NVIDIA 一隻當炒，但近月又輪到存儲股接力，市場需求實在太強勁。原來記憶體嘅週期好大，即使而家嘅需求或者供應可以出現逆轉。我記得航運股亦有呢個特性，我心想呢個唔係一個太好嘅投資對象。我哋應該投資如蘋果手機同埋可口可樂呢啲需求較穩定嘅企業。原來 AI 係會刺激晶片同埋記憶體嘅需求，呢個正係高昂嘅電子產品嘅主要成本。微軟同埋蘋果亦忍受唔到先行加價，但我相信當通脹威脅股市，正好係投資嘅好時機。當然你要有心理去捱過呢場通脹嘅週期。